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。食饭时间，手路菜同款要炒大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台北市民生社区一间老店号的专卖店，专门卖牛的北来啊。店里的看板就是迄一天早起时上盖青现煮的牛北来啊。一个煮熟了后，放汉药，也佫有牛肉，放4-5点钟，吃起来真清芳，佫食会到汉药的香气。 甲番姜啊、葱啊、蒜头芡芳，加上牛肉汤头、甲豆油、沙茶做伙落去炒，后面拢混着酒料，尾啊再佮甲一杯硬菜下落，香公公的牛肉炒面就完成啊！应该27年了吧？他以前在前面摆摊，然后后来就转到这边店里。那牛肉好多，外面的牛肉炒面都是那种薄片的，可是它是真的牛肉条。 我从他旁吃小摊贩的时候就开始吃，然后吃到现在，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面，一个礼拜应该有时候吃3到4次吧。我这里是从小吃到大的，这牛杂汤的料很丰富，然后汤也很鲜甜，然后面跟米粉吃起来都很够味，然后牛肉也很嫩很好吃，然后又很多。 老主过来一定会点的就是牛肉炒面加上牛肉来汤。满满的配料有外口食袂到的牛板筋，因为一只牛敢若有2块足稀罕的，佮有牛肚甲牛腩、腱子肉等7种，尾啊加高赞塔，后味更加香，牛肉来汤就会当出菜啊。它的汤的味道算蛮多层次的。我吃那么多那个通化街我也吃过，后来那边吃就跑这边来啊。用料比较实在，怎么说？而且也不会说有的弄不会，脚不会烂，它这个会。牛肉来要好食，爱逐工透早7点就起来煮。 牛肉来先烫好色，去鲜味，刷落糊起来，再搁用牛肉汤开摆摆啊火煮4点钟到5点钟。老店的第2代头家肖志华，伫15年前本来阁是一个牛保险的，无想要转来接，为着守护厝内的好滋味，时头路转去甲店接落来。早上的凌晨3点，对啊，就要去补货，回来到卖完也。 就是一整天几乎都没什么休息，除了睡觉就是在做生意。已经78岁第1代头家肖经德，也是逐工拢去店内过。为民国74年，伫台北市新东街摆路边摊开始，做到今仔有家己的店面，含查某囝甲姨仔嘛拢伫店内斗相共，一家人共心为一间店来打拼。可以在一起工作是一件我觉得蛮幸福的事。虽然是。 这个我们有分工，各司其位，但是客人忙起来的时候，大家会互相支援了。小家人用心来做牛肉来汤甲牛肉料理，怀念的好滋味，互人食落去，每一喙拢是幸福的回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